平台天地，欢乐相地，热血弹唱。实在有趣。前腔我的节目里向介绍了不少个平台段，但是平台摇摇。对个。那么今朝要介绍哪里个平台段子呢？是的呀。那么介绍这个平台段之前啊，我先请侬听一副对联。对联。对，上联是十里青山半石城，下联是万门必步涌西门。哎呀，侬这副对子想想看，青山碧波，两相辉映，哎呀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假使侬用平台曲调铺上去唱一唱，可是更加能够引人入胜。来老师啊，我打不懂这，搿啥子对要侬平台曲调唱呢？这个有道理啊！啥个道理啊？因为我讲的这副对联是介绍有号称第一诗码头的崇祯。啥肉？聪明倒聪明，一猜猜出来。不过我要问侬嘞，十里青山指个啥个山？玉山。万门必步指个啥个湖？上红。讲侪难不到伊。那么挨下来，侬要用平台曲调铺上去唱一唱。哦，唱一唱。好，那么来老师，来听下子。好。十里青山不识神。万门必步涌西门。哎，子玲啊，没想到侬两声情调倒唱得不错嘛。谢谢啊。哎，那么我要问侬，侬啥天要用朱三金老师的情调来唱这段么子？哎呀，来老师，你们晓得瓜？我们蛮欢喜情调的，我个情调的唱词人苏世金老师是上熟人呀。哦，这个小舅子聪明聪明，那么来老师啊，刚刚我们唱过这，接下来你来唱这哇？我又不是唱平台的。平台不还唱么？其他曲种你还唱过？唱啥个曲种？那来在后家里向有的龙堂后中。哦，对个，伊倒是反映我们这个上述地区。哎，那么就来头好。我就来唱两句龙堂后中里向的唱啊，听好。女色家下到处落，两岸无中哈真味。哎呦，来老师，虽然不像你两声后家唱的这样好哦。过奖过奖，不过我呢言归正传，因为今朝侬用平台唱好，我用胡家唱好，阿拉介绍上述呢，总归有点隔水遭阳。对个。我想呢。我应该请这位上述的同志来介绍上述，这个更加贴肉。对的，那么今朝请啥人来呢？我们要请他上述平台队的何一芳，小华。这个刚刚呢，我们两个头呢讲了交关么子，但是想来想去，上述为啥称为天下第一诗码头，平台的第二故乡？我想这个问题啊，侬来解答最合适了。是的呀，陈老师。讲起你上述呢，你上述是后文化的重镇。来唐朝到清朝，一共出土是8个上元，9个宰相，483名进士。外加为不少平台也有，著名的平台也有。特别是同时光帝2代皇帝里头来世叫翁龙的，大家才晓得，谁是你家族人。那么可以讲一声，了不少个平台友当中有3个著名的平台友，其中一个就是你上述这个。哎呦，搿倒不容易。那么听我讲不大详细，是讲我带你多去参观一下你上述是平台艺术馆。好。常熟是一座有着3000年文明史、1700年建成史的文化名城，也是全省县级市中唯一的国家历史名城。有道是湖头楚尾水乡情，江左文采出评弹。常熟历来是吴文化的重镇，有了文脉昌盛的吴文化滋养，从而也就决定了苏州评弹的文化品格细腻而雅致。在常熟的书场多以百计星罗棋布，历来为江浙沪之最。不仅如此，在评弹界常熟级的名家响当占了很大的比例，从明清到当今，代有承传，隐喻书坛，独领风骚。吴老师啊，看着上述艺术馆的资料，让我大开眼界。想不到上述有个这样的书上
出过这样的个名叫，真不愧为第一师母的平台的第二故乡。对个，所以当时啊有句闲话，上述是平台医院的开场，分担到上述医术的医院，不受害医院。哎，那么吴老师啊，我晓得你到上述头啊，先后享受财经辈出。对个。你上述平台头是从1956年建头以来，可以讲有啥名家为才、神勇坚强，有魏如英、石家川、徐金芳、朱叶祥、韩立军等等。吴老师啊，讲到韩立军老师呢，我晓得呢，吴老师顶顶手上唱的就是韩蝶。那么今朝阿爷为观众朋友们唱一段啊，第一首就见过唱。那么当然，唱哈子节目们留下来吃空身体，哈自然节目这样。那么哈是。美
方面的只开篇啊，哎，侬俩啥后头倒唱得真是不错。哦，谢谢你讲得好子。哎，另外呢，据我了解，那上个平台团现在正规演出的阵容有8档之多，对个。而且呢，每年要演出2000多场，观众达到30万人次。哎呀，想想真是不容易啊！你讲得不错。嗯。你上次是平台团在近个记忆当中再次发下青年演员，你都长期奔波了城市各乡镇码头。那么，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位青年演员叫陈毅。哦，你是苏州平台学堂毕业，但你团里向来8个先生是刚收上曲艺团的王建忠，上来是拼个女生档。哦，那么看来还是学蒋玉嬋、朱慧珍老师那个思路子。你讲的一点也不错。三娘虽然人没三，脸上这样的大唱得不错。哦，现在你为大家唱一曲《心乡的山头水塘唱曲》。水中
人是美，他是神医，传下多本门，为记得林的心内心，夫君是他比风表中上，他是他定力之家，不可忘，扎卡之妻，不下达你我的恩情比黑去年呢是你到上述平台头59年的下代，爸爸第五叫江苏省去年赛，随了你到上述举办的。对个，你上次是平台头，来了近个几年当中，创制发射新的作品，有3个王传奇、千里行版、第二动，分别获得至1、2、3奖。中国首届平台艺术节最佳奖，优秀表演奖、优秀创作奖、优秀节目奖，特别是千里行版为荣获至中国曲艺最佳奖、满带奖，真是喜事连连哦。所以你上次政府相当重视，来了2005年对剧组建立至上述是平台艺术馆，特别来了2005年这个团长陆建华获得至市长特别奖哦，所以陆建华的首届平台已经成为上述的一个文化品牌。吴老师啊，那么看来你2个人还是别讲着，让陆团长自家来讲吧。对个，让你自家来谈吧。一个艺术团体必须要抓书目创作，创作要放在第一位，因此是你很下力量啊，那了第1届中国平台艺术节、第2届、第3届，分别你出了3只新书目。那平台艺术过去老先生有句闲话：3年出个长牛带便当的，那3年出个平台艺术带不一定。那么还随时说让现在目前这个一个所谓体制下头，啊啦，让目前这个市场经济的大热的冲击之下，平台艺术出去演出比较辛苦，收入比较低。那么实际上一来呢，对你出艺术实际上像是有很多困难。但是你中国是千方百计，一方面现有的艺术拿来培养啊，提高啊，自家屋里向关起房门啊，办艺术培训班啊，给合适的苗子派出去学习，这是第2桩事体。那么我想第3桩事体就是抓好了一个基地的精神，就是你上述平台艺术馆。上述平台艺术馆应该讲，搿只市场现在目前上刚出货2、3亿啊，是一流的市场。陆团长讲的真好。吴老师啊，接下来啥个节目子啊？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你头里向的中青年演员王志勇、沈碧红。你到2家头是张君梅、徐秀英拉斯个生子啊。
你到两家头是夫妻档，可能就讲有啥叫支离别合。上期了外头演出长篇，今朝你到两家头为大家演出，名只有一只，请欣赏。他说我们李衙门，车丞相报爱人上水岗，那生日大亨有父王养，我乔装给背费容易，朝朝某某费死了，世间真相已明白，我定要为民是黑杀谁狼，所以西宫心气非手女，马到有样我皮皮不水浆，到来找我定要进两庄，那王恩义下不到我非必要亡。哎，像你进得两庄子梁小姐，倒是我有一句话儿难起去。哎，有什么话儿得讲无法？那两我命和心上抢民主杀入粮，为了是后江东把我伤，他与那王恩义两下来勾结，真是够伤天害理的白米让梁我明这个人神秘随心，虽然夫妻打理今日无忧往日无罪，奴人家屋里巷口两面之抢特不收手，为了那个对老夫妻一刀一个，这个人真正终伤不日啊！是我的冤家，是我的对头，但是是哪个阿狗啊？这句话，他努力名字这样，大义灭亲人领当，但是不是东北，真能把公公啊，你是李若寻心太傅以至于我日几度窗下知道呀，心路虚马否知
妈。上面呢，我呢欣赏那团里向带给我们的3档电视节目。另外呢，是不是调调口味，让大家欣赏欣赏那团里向的评话节目？当然有哎。嗯。你团里向有个青年评话演员叫陈伟春。啊。你呢是苏州平台学堂毕业的，但是你团里向报了先生是你团里向的知名评话艺术家张一良老师。那么再行先生，苏州命名为三国的传承人。哦，那么那个三国诗一定杀得呱呱叫。哎呦，这个两首诗是当当接。留下来请大家欣赏陈伟春为大家演出《三国一折》。上不大邻居忙飞舞而起，但我的科技的把我思想要进牢牢有黑上。对，新兵不报小将是吗？子龙将军听起声音对门子以后，认得个啥人小不是少我？都当是说，原来少我红一日。上下一个名字你谁晓得个？另一个名字就上一家子晓得个。那不报小将，那么你叫我什么名字？大将军的名字？哦，枪上令。那吹我和你上下你抢了何来灵啊？那么吃到苦里的孩子呀！一年门前。想要怕自家打3万3千的兵，热浪新亚省啊，就把一个不门第的金手神。当时人光谁是个把我小将来铺人的？大里当的阿木匠，不灵等配龙将拉一枪，对就挑剔快入，40地不进不松。但现在一年各位我刚刚3号水波，我为何他来当了？我在人光老着想和办法，要用激将之法，努力名字去霹雳出来。不报小将，你可知晓俺赵大将军的大刀之上，不赞你这种负命的小将？哈！嫂子龙对你妈妈上不上？还是我是负命小将，我真叫不高兴立名呀！我要立名，名气老早下出来。那么为地上都谁要来问我身上介绍？哎，倒不是今朝我虽让名字往向来做一做文章，我来骗那条性命。名字哪可骗性命啊？你要听我名字，那么呢？我讲名字辰光啊，黎民大姓李和李地士，夯不啷当一塌瓜子，我谁讲不难听？那么春来水中起来听的辰光啊，我讲到阿母将其中那个哈砰一响，我来说他，等到那名字听上，人死他，等于分听上，对，啥我？大将军的面前，你去听了，哈哈！你总把我小将，你到底你能了？不仅我手大将军即将执法一局，名字要讲了，名字要讲，可是要听听清爽，为得水龙要歌颂自个想要的。因此从对西之大斗，一发现日子跟牙鸡毛么移动之中，讲。张啊，你给个强调少个强调，等吃高上强调，门路打开，意思上下子子龙啊，来吧，上中湖敞开供应。那么少子龙啊，看得没清爽，没好。啥我大将军乃是后部真定上岁生日，我去。这都问爸爸想想，本事内好，肚皮里向金花采了磨来的一把草。我让门内欣赏介绍，一定要他那配上个听句，我里向么是了啥地方？不过为只要听你个名字啊，奶奶心思。讲新少年云，是
让个此事龙香到说来通得特别个啥？那么少你都这手，啊，还有望着你都鼓励相思进去啊！我只要再听上一个字，回到西龙，告诉自家想要大功一桩。不晓得子龙将军谁让个子龙香口内受这种旨意的狼听，根本没啥客气。老中上当里向夸啦一声，哈啦木石上雷震动，打得一个水里向人要枪，黑上龙你把龙门的枪一头龙上去，这么手呢？手你都这走了狼，对谁之大德？听见到龙烟与风声过来，个地上的底下晓得啊，与风声觉得有高声，可龙的围过来一口，哇！想那个宝宝小姐，龙个的高声，望着肚皮上下让龙上来呀，这个大伙还龙上啊！一想来了，让做一个洞洞，肚上写了，你扶着也落出来。这么说啊，你这个来不及的，刚刚上人叫那高子太好的了，对谁之大德？这么看上去这个一想啊，背下去了。这么这个一想，肚皮上下不能给不得说了，再好么呢？这个一想说了让吃得起痛苦的地方，啥地方吃得起痛苦？喏。动腿浪上，因此手哈啦棒抽起个条动腿，你抽起条动腿，我自家肚皮烫一烫，四龙将军个条枪，三姑娘张子眼睛这样，东啊不起，西啊不起，望着你一年门的，这个老布当里向黑上龙烟切。一刚上楼端就碰一条不进步个快牛，上次一年刚刚扎合，衣服上刚了一个。少翁痛得了就结交离离呀，有请驱逐部队回到西廊，告诉襄阳。那么呢，子龙将军这个名字啊，从那襄阳之里讲出来，少子龙上得热车，无得小兵，谁晓得今朝来聪明的把某小将叫少子龙。我晓得你到今年上了平台头，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邀请，到了上海加油，举办了山上精品节目的主演。对个，这次你上说是平台头，做这是讲个大型的演出到香港去，还是第一趟了。啊，因为你头里向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投几个声誉也属于朗提高。对个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是由香港市民内容优先上。你呢向香港政府极力推荐你上述平台头过去演出，所以你政府啊相当的支持，这个一次演出相当的成功，恭喜你到。哎，那么吴老师啊，你到刚刚有的机会以后参加了这趟演出，那么维语机会啊，你头里向维语对青年演员叫金卫星、冯卫英，你到两家头呢还是夫妻档，平常辰光相当的刻苦用功专业，唱两声可以讲一声呱呱叫。红酥水，瓦灯追，母神橙色红霞。东风不停风，一位谁几年里所处匆匆。
红叶家乡推，大花落已是过，山门山山今须难托梦华灯追，女人橙色风下绿，东风忽然波，一位谁谁，一位谁谁见你一束出出出出出。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位你头里向的青年演员，叫王亚静。你是毕业于苏区平台学堂，但是你头里向三娘相当用功，刻苦专业。辣平台学堂，你还是个尖子生，但是你头里向专业思想相当的巩固，你头里向还要加以培养。接下来，你为大家演出一段开篇《公园》。
话啊，哎，一档一档节目听下来，哎呀，真是想想上个平台那个演员真是实在天强。是的，不过我听说那团里唯一一个专门唱黄月香调唱得不错的演员。是的。你团里向刚刚从苏州平台学堂转选进来的，叫麦亮，三娘年纪轻了，师从知名平台演员最喜明。今朝你为大家演唱的是《乡下的傻妹》。你们是大领队，后边就要后来那夫妻心，想当初我们八对夫妻是恩情好啊，我是这为你了心君意，不读大赛军事之吧。古人名序还真门灵，我们口心给来哈罗天人。哪知你一去3年是否先死，我是没内有结生是千里点点大东京，拿起些你的脸功名比脸心在那么是一公中这烈情，把我飞家了些都屁股筋，你哪来不得夫妻心？想里我也打公中来真心我想问问你，牛他皮不对，今年牛好放出了新生牛狗狗下里一批心，你哪来不得是夫妻心？时而想聚而成，想你是美本一个风景深，你插嘴东说定于口中定恩，他儿子我闯大宫中想你不忍心，吃不走也理论你不胜把死非生，我也病也病吃，我也内也内心，我也你与你八岁的夫妻是恩情恩深，因与那个生绿的长老的对我乡里是别动心，上一直以来想你心，拿起你绝风偶是你们言我眸子烁烁来里东君，你哪来不得夫妻情？我是府内对联儿后女，但那推面来想起你大鬼神，拿起你身骑的马是威风凛的将我眸子打做那路人，我们山地家里古人称么拿起你胸下比楼子那真硬，将我乡里推倒在地上，为也催马催死谢杰森，你哪来不得是夫妻心？哎，吴来啥？今朝你这个节目好经营一同半着，你都头3回分唱了哇？你已经准备好着？准备好着？今朝唱啥个呢？半脚哭灵。当然确实
国民红衣是个冤。开台妻女李文厚，下下到此不生称。一红公子心美，心恩可爹领啊里别称心恩。带子去茶木店里，生谁谁千两莫应声声。因啊我不知心日怒始终杂花生母鸡爱司马都佛一能不相生。妹妹呀，口里你是下都谋着，口里你报恩风雨民，口里你谢是三用话一云空虑一佛密心神。妹妹啊，想当初是青梅竹马东岳西，大金吒耳鬓厮谋再不能。想当初文化山岳里诗句，大金吒关公作佛再不能。想当初李也平
佛以下，大金吒若见你英勇，再不能我今临一病没收，你在家有口几分白凄凄，来分分须在事情月头问。哎，老队长，今朝我呢，一看到那上述平台的表演的节目，两呢参观了上述平台艺术馆，三又看到了那新剧的市场，真是非常的高兴。所以啊，我非常诚心的邀请上海观众朋友们，假使你都有空呢，周日到你上述来听听书，参观参观你上述的平台艺术馆。而且你上述是一个旅游的城市，那这样女山上午还有沙糕帮，刚去到沙糕帮，晚上午多少好的年代猜得呱呱叫，就张做广告了。哎，夜上多少好我丁丁欢喜去做啊！待辰光跟我一道去哦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今朝节目呢就到此地结束了。我们下个礼拜老地方、老辰光再会。